这是新约甲奥妙的节期，正天拢在传播耶稣的出世，咱着快乐庆祝，亲像早时伫犹太地的山岭，单纯的牧者听到天使对因报大欢喜的好消息的时，所发出快乐的应声。但请听圣经所记载的话。迄地方有故乡的住伫山里，眠是酒见故因的羊群。主的天使踮伫因身边，主的阳光为雷照因。故乡的大惊，天使甲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昨年的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对地，学老上帝讲：伫极寒的为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中间。Amen.